各位乡亲平安，欢迎收看今仔日8月初3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丹妮。咱先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受到西南气流的影响，目前台南、高雄甲屏东发布超风大水雨的特报，相信拜日天气才会较稳定。破坏现金1万块也未实施，就有诈骗集团去共拐告资，国骗讲这条钱会当先借出来，已经有人受害。最近新北出现真侪草蜢公，甚至有人厝内嘛有。农业局讲，因为天气热，草蜢公生较紧，是这个季节生态现象。今仔日咱先赶紧来关心，连续几啊天都大水雨都无休困，台东的金轮溪溪水溢流，地势爆发放弃。这土霉水是规个冲入去一间民宿内底，家在内底的人是已经脱离。另外，因为西南气流持续在增强，今仔日台南、高雄甲屏东外山区拢是会落超风大水雨的等级。气象署讲，上紧爱到拜日天气才较稳定。连日的大水雨一直下来，台东太麻里的金轮溪水位涨起来，大水冲破当地一个休闲农村的民宿。当地人讲，这是20多年来从来捌看过的惊人的水势。加在业者一家7个人及时脱离，逃过一劫。严过洪流来狗仔只好南雨真无助，徛伫雨水包围的山邦顶面。20几年从来没有这种状况哦，这10几天雨都没有停，一直的下，造成今天的河水暴涨，然后造成现在的灾情。西南气流搁再增强，中南部地区大雨一直落未停，气象署礼拜发布大水雨特报。台南、高雄甲屏东外山区的所在，拢是交涉的超大的大水雨。实际上，对7月28开始观测集中累积的雨量，高雄宝山已经来到2205毫米，屏东上德文2060.5毫米，台南嘉义云林也超过1000。台东真侪所在拢是大雨造成灾情。位于日本南方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伫礼拜早8点已经发展成做第10区，轻度风台北路，预估未来向东北方向移动，对台湾无直接影响。是在日本东方，不管是目前的这个第10号台风，或是科罗莎台风，在更东北方的这一带，其实都是整个大低压带当中的低压系统。那所以说，在台湾附近一直到日本南侧呢，这种低压带的环境是持续比较偏长的，也是造成这过去几天到目前为止这种西南气流影响的天气形态。稳定的好天气到底什么时阵才会来？气象署预估，等初5西南风慢慢减弱，中南部也是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可能。初6到初9太平洋高压增强，各地大致上就会转做多云好天的天气。记者综合报道。这几天南部的雨是规趟倒，屏东布袋2天累积的雨量已经超过910毫米。因那伫咧高雄的茂林、甲屏东的山猪门是拢超过850毫米，而且嘛传出灾情。其中伫咧山猪门饮水到今是还未退，因那高雄6区的废济市目前是发生水崩山的情形。另外伫咧嘉义阿里山公路，因为落大水雨，即嘛已经预警性封起来。伫咧六卡乡嘛有车路饮水的情形。溪水水面愈来愈晚桥面，串落的溪流强要满出。西南气流继续影响南部，大雨落未停。屏东三地门口城大桥因为溪水涨起来，继续封桥。伫初3早起，部落也搁直直饮水。民众遐讲，雨一直落，到时无清气水塘用，下几落的大水塘渗河水。淹到膝盖。淹到膝盖啊？对，山上还会淹水更小。离开部落，银山公路自口社一直到尾仔寮，也真侪所在淹水，且冒险驶过，因为雨有够大，路拢看袂清楚，真侪淹水的路段已经有封锁线。说的话，底下要去部落，看有没有什么灾情。高雄的山区雨也真惊人，桃园、茂林也个南马社顶地区早起大雨落未停，茂林到日初2到初3早起11点，累积的上大雨量超过850毫米。那句惠济市土石流红色警戒区域，因为落大雨，土石流自山顶下来，甲下骹的徛家规拢围掉的，真危险。那句2天的累积上大雨量也要到690毫米，将这路段和土石引起，或者是变做落雨盘流，怪手正伫咧抢通。南回公路一个850人爬山坎的意外，早起因为雨伤大，土石流无法度继续救。另外，嘉义阿里山公路初2暗也因为雨伤大，有警线封闭，初3早起要转去，或者是路线面就拢伫咧管制口等。山顶雨足大，系对。
管制到8点，预计差不多在40几分钟就会开了。除了山区，嘉义县六卡乡原来村一条主要道路，也因为落大雨淹水，强要看袂清楚路边甲排水沟，偏偏采高浪水警示，民众若要出门拢爱细远路，好加在村内徛街地势拢较悬，厝内无淹水。公司新闻综合报道。毋但是高雄、屏东出现灾情，因为连日变大雨，台中大溪山区几个所在，7月31的时阵发生水崩山，土石是规个冲入去人的人家厝内底，到今是拢要清袂了。即马公所是已经派怪手去斗相共清理。另外，伫咧南投嘛，因为落大水雨，有一个工地积水，变做袂输是水池啊共款。附近的住户真烦恼，这冻土墙若是制裁袂掉，规个放弃，恐惊会造成严重的灾害。提沙挑一直伫清土骹的烂土，另外一边要小型怪手伫乌冻土边边啊土堆。台中市大溪提远巷这3户徛街，7月31透早4点外，后壁山坡的土石冲来厝内底，当时厝内底人拢惊精神，赶紧来清理。不过已经4天啊，厝内厝外这烂土也是高一层。歹啦，较歹啦，无偌好清啦。啊，即摆就是我拄这种机器规个先甲刮。外围先修理好，内部我们再来想办法。厝主人先是讲，即几天雨一直咧落，后壁山坡的土石也是一直冲入来，冲破窗仔门的大树也徛伫遐，土水也是一直流入来。虽然当地里长甲区公所已经请厂商协助，严过若是大水雨伊过来，这损害恐惊会愈来愈大。这过去嘛拢安尼啊，雨若落，灾情就继续啊。公所、市政府拢有大力在协助他。也这大雨，互人烦恼的状况也出现伫南投市。位伫民族路这个工地已经变做一个真大的水池啊！4块位的住户烦恼，若是更条也是冻土壁冻袂牢，边的住户拢会淹水。无来抽水，无嘛爱拿抽，无淹在厝都害啊。我们都持续的要求他们要做好安全的那个监控跟维护啊，只是它那个没有多深啊，那个不会超过1公尺。南投县府建设处讲，这个建案因为损害厝边协议也未完成，所以讲工地是下令停工的状态。这种工地积水也毋是真深，已经赶紧要求厂商一定要做好监测，随时要注意这个工地状况，有需要时爱随有因应的做法。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咱要来关心有关关税消息。行政院副院长陈丽君今仔日透早返来台湾。伊强调讲，甲美国关税谈判是还阁伫咧进行当中，会拍拼争取阁较低税率。不过因为川普讲伫咧初期进前税率无啥会调整，所以咱台湾的关税敢会阁降低，嘛受到大家关注。另外有专家分析讲，甲半导体相关的232条款会是重点。关税若是悬，惊这厂商会甲产能刷去美国，恐惊会对咱台湾的经济发展带来冲击。对着镜头微微啊笑，行政院副院长陈丽君初三透早返来台湾，问伊甲美国新对顶关税税率的谈判进度，伊讲会继续努力争取更加好的税率。谈判还要继续进行，还要继续进行。我们会继续努力，争取更好的税率。因为美国上新的关税税率按算初7生效，即马美国宣布对台湾的对顶关税税率是20%，台湾正伫咧争取搁调降。不过美国总统川普昨日讲，初7进前未修改对真侪国家的税率，除非这寡国家会当说服美国。大家注意台湾关税是毋是有可能搁降，抑个232条款可能会影响。专家讲，重点是伫咧232条款的关税台户。关键是在于232条款，为什么哈？因为台湾输往美国的产品，就是资讯电子产品，占了将近72%，这个72%都是 follow 232条款。我们猜测，可能关税的税率会落在15%到20%。专家认为，台湾出口到美国的晶片，大部分拢是先进的制程，影响较细。主要影响的是自动性科技相关产品，因为若是关税甲相关产业的毛利率拢正调，可能会譬如亲像 AI 伺服器厂商，甲大部分的产能自台湾、墨西哥送去美国，影响的将会是台湾的出口贸易，过来经济发展可能也会放慢。公司新闻综合报道。提醒各位乡亲，即马诈骗集团是又阁有新的出头啊！普发现金1万块的政策都还未实施咧，却是大声去互诈骗集团提去共拐，因假简讯骗民众点入去假的网站、留信用卡等等的个资。
而且还有民众听到讲，破发现金这条钱会当先借出来提起投资，提起民众这拢总是假，目前已经有人受害。他这种病比较特殊，还叫我去看看，说我能不能帮助。治疗亲情囡仔破病真需要钱治疗，护理人真着急，看护银行领钱，规身敢想要救人。姐姐的小孩生病，然后要100万，那有什么病你不知道？当然我们也很谨慎了，我还有病程我就来小孩可以这样。护理人讲有小心处理，不过连迭代病情拢也无啥清楚，就要提出200万到3天。无法具体说出就医医院及联络方式，前后说辞相当矛盾。经员警说明相关诈骗案例之后，女子惊觉遭诈。警方到现场可能点起70多岁护理人，卖互假亲情骗去。不过早起的出头真多，更加地震发生的代志骗人。破发现金1万，明明也未实施，诈骗集团却是先一步摕来做钓利，发一个简讯假释网站，骗民众点击，骗人这信用卡号加个人资料。我们公司呢，它是负责这个存款保障的一个保险，那跟这个政府的普发现金的一些行政作业是没有相关的。中央全保护冒名，也互因赶紧来发声明，强调就算政策实施，也未经手这相关的业务。加在这类钓鱼的简讯，初步也无人互骗去，也过用破发现金来骗人，手法唔那这种。有的民众可能会以为已经发了，或者是可以什么预先申请啊、预支使用之类的，他们就是利用跟民众这个资讯落差去做诈骗。警方接到报案，有诈骗集团讲，这笔现金会用提前来有缴，所以讲骗人投资已经有受害个案。记者综合报道。即马热浪是观光的大月，根据观光署的调查，去年来台湾的外国游客差不多有785万人次，观光的消费是比疫情进前减30.4%。特别注意的是，外国游客一个人一日的消费嘛比疫情进前较少。有学者讲，这是疫情了后全球旅游业面临的挑战。即卖旅客较注重旅游的体验，较赢过买物件。这位客人坐甲拢满满，一早起真侪人就要来食烧饼加豆奶，真侪观光客来台湾上爱买食的。Bite for breakfast this morning. We got the rice bowl. Very nice, very nice. But Taiwanese food is very nice. 通常都是吃的多，对啊，因为台湾很多吃的，外国都买不到的。大概买个什么凤梨酥吗？凤梨酥。还有这个太阳饼。观光署公布2024年来台湾旅客消费调查，去年超过785万人次，观光支出总共100.28亿美金，换算台票3220亿，也是比疫情进前减30%。平均一个人一天的消费比疫情进前也减6.68%。新南向的18个国家消费占比要到36%。观光产业联盟分析，疫情进前中国客购买力较强，疫情了团客无恢复，是消费金额降价原因之一。今年台票国升，观光客消费更加低。其他的市场的旅客，他们比较不是那么喜欢购物而且就是说，这个整个疫情后的这个转变，变成是自由行的客人比这个团体旅游的客人来的变多那自由行的客人，他们就是喜欢体验。台湾本身在一般的，包括像这个纪念品，或者是我们整体的这些饮食啦、住宿等等，品质提升也会让这个国际消费者愿意多花钱在台湾。观光学者讲，疫情过了，旅客较注重观光体验，消费电动是排第2，这是全世界的趋势。建议在提升咱国的观光市场品质，送一寡有在地特色的体验行程，一个纪念商品，才能增加游客购买力。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国际消息，咱要来关心智利阁发生炭坑放气的事件。当地时间7日，伫中部的一个炭坑，地下差不多900公尺深的所在放气。目前当局是已经随派100多人投入救灾，已经有找到2个炭矿夫的遗体，也阁有3个人掉伫内底。意外发生了后，炭坑所属的智利国营铜矿公司随下令停止所有作业，全力来展开抢救行动。到入面临着超过100人。外电报道指出，业者伫事件发生了后，用特殊的装备正确定位掉伫内底工人所在，随即来进行抢救。Toda atribución de responsabilidades, todo tipo de quién tiene la culpa de por qué sucedió esto, se tiene que saber, lo conversamos con la familia, tiene que haber justicia y claridad, pero todas nuestras energías hoy día están en el rescate.
2010年，智利也爆发生大规模的东空探坑绑掠事件，最后奇迹救出33名的工人，引发全世界关心注意。这摆参加搜救的救援队，有部分就是当年奇迹救援成功的队员。智利政府强调，智利的东空开采讲是全球上安全的，工人伤亡率是0.02%。根据外电报道，起刀绑掠前一天，也就是7月31日，被传出 M4.2 地动，是地壳自然的能量释放，也是采矿作业所造成的，也等待调查。矿工团体认为，智利的矿场安全依然有真大改善的所在。Bueno, es una tragedia la que estamos viviendo, es algo que no nos gustaría o no nos hubiera gustado que hubiera ocurrido. Lamentablemente ocurrió, pero estas tragedias tienen que darnos aprendizaje, tienen que darnos enseñanza. 智利是全球东矿产量上最国家之一，产量占全球大约24%。2024年度产量达到530万吨，是智利真大宗的外销，也是美国上界主要的东矿进口来源。不过，在这时间点，除了传出探坑意外，智利政府甲业者也面对美国川普政府的关税，因讲是头壳摸咧收。公视新闻徐嘉玲编译。最近伫咧新北市出现真侪草命工，有网友讲伫咧新庄、邦桥一直到土城拢有，甚至连厝内嘛有。新北市农业局讲，因为8月份天气较烧热，草命工生产了真紧，是这个季节生态现象。看到一只草命趴伫咧窗仔门顶，民众赶紧用手机甲翕起来，因为这是因兜的窗仔门。伫徛个铁管门涂骹，拢看到真侪草命，好真侪民众惊到。新北市最近草命入侵，对新庄、邦桥、中和、福林大厦一直到土城，拢真侪。进阳台的时候才发现，大概有我这个狮子大的，好像很少看过耶。我们是住在土城金城路上面，然后最近的话，经过那个金城路上面的时候，已经有2次是直接跳到我身上。去年的时候完全没有这个情况，所以今年碰到的时候我还蛮惊讶的。真侪人甚至徛家住伫咧悬楼层，也是看到这挂草命。新北市农业局讲，这应该是一期日黄，中央政府并无解列这农业害塘，农会也无接到农友通报农作物受损，数量常常变遮侪，专家讲可能甲天气有关系。可是因为干旱，它就不孵化，它就进入到类休眠的那个状态。可是呢，突然来了一阵的雨季，比如说开始很频繁的下雨，因为聚集了好长的一段时间，所以一起孵化出来。所以一起孵化出来，你就会发现说，哇，怎么那个虫的数量比原来多很多。专家讲，因为草命唔是出现伫咧农业区，免啥担心负面的影响。农业局是讲，因为8月高温的环境，草命对成长速度较紧，算是季节性的生态现象。但天气较凉或者是落雨，数量就会变少。不过民众是希望一寡草命上好卖来厝内。公视新闻综合报道。来关心初二的时阵，台南有超磅的大水雨，这雨量是真惊人，造成永康甲安南区做大水。加在今仔日大部分的水是已经退啊，不过要是有的地下停车场还阁咧积水，相关的单位已经调抽水机去倒处理。大楼地下室内底水虽然真落，也小可会使看到车也浸伫内底。民众翕到2号地质性大雨一直落时，台南新市区一栋公寓地下停车场入口所在，真侪水直接安尼一直流落去。挡水板根本拢袂火装起去，短短几点钟就造成社区1楼地下室10台车全部浸伫水内底，一直到这车衫早起现场也拢伫咧抽水。7、8点的7点半那时候，应该水就已经过车顶了，然后10点的时候，整个地下室就已经淹满了。这么3架。工作要搁调一下来，要搁申请一条大台，今仔要甲完成安尼。相关的状况也出现伫台南市中西区关田街一栋大楼内底，因为当地地势较低，半暝这大水雨是一直落，根本拢袂火应用。永康区受袂枕头皮啊、凉树店饮水损失真惨重。聚集在这里吗？才1点钟呀，所以因明仔载要上班爱坐电车。所以我们自己去说，如果这个有稍微有泡到水的，我们一定要赔你给客户这种。台南一直落大水雨，初二天要光到11点左右，敢若安定区累积雨量就有374毫米，永康透早时雨量更加超过100。4个拢是饮水的灾情。台南市长黄伟哲车衫展时也到安定区下周抽水站去视察，关心这所在排水的情形。
所有的这个防洪设施都全开的状况下，灾害相对的有一点点减少，有一些减少，但是有一些还不足的地方，我们还会持续在努力精进。准台南出现的淹水灾情，大部分已经消退啊。初二暗时一直到初三早起，拢无再出现淹水的状况。不过，中央气象署初三透早，佫对12县市发布大水雨特报。台南市山区应该是可能出现超大的大水雨，民众爱特别来提高警觉。记者宋华报道。家己早起变大雨，造成遮侪所在拢做大水。官府今仔日趁雨棚去淹水的所在会勘。在地人讲，是因为稻仔甲粪扫去甲排水孔塌去，才会做大水。大排水用要抹起来桥面，家己原铺主阿无了大排边爱去穿去，因为昨个大水雨造成里内地势低的所在淹水，趁初三退水了后，县政府甲水利单位专工来会勘，要来了解造成淹水的原因。这届迄个西南气流来，全部的家当全毁。真的是全毁，真的变一个空屋。一部分是咱这的排水的系统，一部分就是讲伊即马咱这有草山，伊需要捞污机，捞污机甲遐个咱这稻草的迄个草山管甲鼓起来，粪扫鼓起来，安尼就袂去阻挡着水路。嘉义县平原地区到初三中昼时阵，即阵一寡所在阁有水无退。大拿电路民众趁无雨，清理排水塌掉的所在，和淹水的所在会当赶紧来排水。水机咧抽吼。就是我啦，我拢有来。嘉义县政府表示，受到西南气流的影响，阿里山山区也是一直咧落雨。阿里山乡公所指出，目前阿里山公路甲一寡支线道路，因为行有落石也是土石流的状况，所以暂时封闭，呼吁民众无必要尽量莫为山区入来。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天气报你知，下半部天气的变化，咱做伙来看详细天气的资料。北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8度。中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1度。南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29度，南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3度。咱来看外岛地区27度至31度。还有未来这3日的气象。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下晡新闻，我是丹妮，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